星期二，新疆乌鲁木齐再次发生示威活动，数百名维族示威者走上街头，不顾政府已宣布实施的戒严令，要求中共释放他们的家人。人权观察亚洲研究员凯恩表示，他们非常担忧，中共当局将再次上演肆意抓捕、关押甚至虐待拘留者的非法行为。星期二7月7日，数百名维吾尔族示威者走上街头，在与手持盾牌和棍棒的防暴警察对峙中，这群大多是女性的示威者挥动拳头，高呼“把自由还给我们，把我们的人还给我们”。示威活动大约持续了1个小时。中共官方媒体报道，新疆警方逮捕了1434名据称与7月5日骚乱事件有关的人。乌鲁木齐一名未具名的维族居民说：“全打进去，拿进去了。现在人都没有，那个女人全她老公是监狱里面了，现在还没放出来，还有7岁、8岁、10岁的小孩，全讲进去了。中国没那样法律，法律是小娃跟前、房子跟前有了，现在的法律是他们法律，外面有，里面没法律。”人权观察亚洲研究员凯恩对此表示，北京当局需要尊重人民宗教和文化的表达自由。凯恩说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stop associating legitimate freedoms of expression. 政府需要退后一步，停止将所谓带引号的恐怖主义、带引号的宗教极端主义与在西藏、新疆地区的合法的言论自由、合法的宗教表达形式、文化表达形式连在一起。他也需要停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将在这一地区的任何问题归罪于外部力量。凯恩强调 Our concerns are once again we're going to see absolute, 人权观察最担心的是，北京当局将再次上演完全没有合法诉讼程序的逮捕、关押，甚至虐待拘留者的非法行径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长李毅称，将严惩这次带头示威的抗议者。根据李毅星期二公布的最新统计，乌鲁木齐骚乱共造成156人死亡，其中包括27名妇女。另外还有1080人受伤，但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认为，实际上可能有600多人死亡。